来看台中山路这向上路6段有一段路，这路架是真长。今早起10点的时阵，就一台拖拉机可能是打洞出问题，伊先去弄到这分隔岛，搁在出向对向的车道弄到5台车，造成4人受伤。那警方讲这搭是有装这区间测速，敢真正是有效力？咱来听警察甲民众是安怎讲。大货车规台并倒伫路面，在沙石嘛散甲规涂骹，区间测速的门架啊，轰弄登去，搁下着另外5台车，造成4个人受伤。告诉讲到迄当阵的状况，搁真惊吓。他自己转到安全岛上面去了啊，就这样直接拉下来。我只是感觉左边有一台货车整个喷出去。调查大货车伫19早起10点左右，经过台中市的沙鹿向上路6段道行的路段，毋知什么原因，家己弄甲并车。调查的驾驶无啉酒，原因搁要厘清。疑似刹车失灵，车辆往内线自撞中央分隔岛及区间测速门架。但这个路段上近的一个车祸就发生伫11月13，4车的连环车祸造成2个人受伤，即马搁发生重大事故。区间测速到底敢有路用，又搁来引起讨论。用是有用啦，大家知道都会减慢啦。没有用，为什么？那速度一样没有变啊。它可能有的可能是刹车的问题吧。向上路6段因为定发生车头弄车尾的车祸，2020年1月启用区间测速，期间有停用，搁伫咧2022年2月16定启用。警方讲区间测速确实有互即个路段的车祸较减。今年到10月为止，有12件的交通事故，含去年比是减7件。就是说这个下坡太陡且太长，有载重的大型车的时候，这个就会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它这条路是先天上它的环境条件就已经很严苛，就是说设置这个执法器材也未必就能够去解决这个比较工程面的问题。不过，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讲，这段路设计行伤过长，加上车路两边都已经开发啦，以体这边来改善相对困难。建议除了设大型车的专用道，分流管理受限，另外对大型车挡仔要求嘛要搁较悬，才会当降低肇事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